请求革命少将公开成立缝纫机。下一个，压上来。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。叶哲泰，面对广大革命群众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精通各种力学？你曾经是我的学生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老实点儿！叶哲泰，在基础课上，你是否擅自加入大量相对论体内容？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，基础课怎么能不涉及它呢？你胡说！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，抛弃我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。把他妻子带上来，他才是人民的物理学家。叶哲泰，我现在已经彻底的醒悟了。我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，我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。大佬发动神速惩罚叶哲泰。